行政院消息，行政院通过公投法的修正草案，头一点就是让公投会使甲这大选分开办，避免开票开到半暝。同时纳入两个公约的精神，规定讲人权的议题袂使公投。过来，为了防止佫出现死人连署的证据，未来公投提案的人甲连署的人，拢要附身份证的影印本。 去年大选公投提案伤济，投开票时间拢前着连续过程，佫出现袂少争议。行政院第二章通过公投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政府不允许深化民主的公民投票制度，反而沦为伤害民主的工具。就是需要有身份证的一个验证，来担保联署的一个真实性，避免这一个私人联署或者是其他不实联署的一个情势再次的一个发生。 行政院版本的公投法修正草案新增加提案人甲连署人的名册，应该附身份证正反的影印本。公投时程交易公告成立后3个月内到6个月内投票，也就是讲公投会使甲大选分开办。牵涉到人民权利义务的问题，嘛袂使违反总统批准也是公布的国际人权公约施行法的规定。关键是在于公投的提案不能够违反基本人权的限制。 中选会强调讲，公投议题敢有符合规范，由委员会来决定。未来讲连署爱附身份证影印本，国民党立委不满。关进鸟笼或者关回鸟笼式的修法，附身份证之后，其实你是限缩了大家公投的怎么样意愿。那在联署的过程当中的那些乱象，也不能够掩耳盗铃说没看到。所以我想，如果在技术上来这边做一点精进修正是可以的。 那这个立委看法无共款，公投法修正草案和行政院列为优先法案，争取在立法院这个会期三读通过，上紧在2020年总统大选新规定就会使实施。